新北市三峡北大国小的边仔发生严重的车祸，其中2个死者甲7个受伤者是三峡国中的学生。学校启动辅导的机制，为昨暝开始，有不少民众到发生事故的地点来追溯着罹难者。点偌热，热爱死亡车祸一直发生，暗时就乡亲陆续到事故的地点去放火甲糖仔来哀悼。 昨天就看到这个新闻，然后我整晚都没睡。三峡严重车祸造成32伤，现场拢是火，半暝区公所出动清洁车清洗路面，也过无法度洗掉哀伤的气氛。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也不能做，无能为力。我能做的就只有自己而已。 泡面饼、鲜花、水果放满人行道，有民众回想着当时画面，有3个学生火车撞到，其中2个死者甲7个伤患，拢是三峡国中的学生。透早学生陆续到学校上课，是讲同学拄着死劫，难免会留下阴影。不少家长是亲身送囡仔去上课，千叮咛万交代，过大路一定要细致。结果囡仔看到现场，无想要搁入去学校，导致他不想来。 那我有请老师说，就是让他在学校帮我多注意他。他觉得很恶心、很恐怖，因为都是血。然后他说还有3个都不动啊，对啊，他说就是在那边心肺复苏他，然后都没有在动，他其实他会怕。校方伫学校内底设几个位追思手站，已经有插火甲纸货，互学生有消透的空间。当时调会时，校长带全校学生默哀1分钟。更加要紧的是学生的心理阴影。中午的时候，我们会再针对全校老师，会再做一个事件的说明跟后续的处置行为，还有罹难的学生的班级。我们辅导处也结合我们辅治中心的人力，包括政府单位的相关资源都会进来了。车祸造成学生的死伤，校方全力的辅导，希望讲一切会当回到正常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